2025年12月25日，星期四，一個非常之寧靜的聖誕節，沒有雪，冇落雨，天暗暗，一群海鷗飛緊，街道上亦都非常少車，甚至1號公路都得係幾部車喺度 run 緊。別有一番滋味，寧靜的聖誕節。對面樓就嚟起完遮我啦。明年啊，Metro Town 灰色睇唔到啦，高樓大廈遮晒啊呢度。好好地享受而家。